6月17號，一封非常之重磅嘅信件出台，係由英國嘅移民部次官斯瑪小姐回信俾一直為港人奔走嘅上議院議員柯爾頓勳爵。佢喺5月21號嘅時候去信英國內政部詢問英國政府較早前公布嘅白皮書，宣布會更改移民政策，會對已經喺英國嘅 BNO holder 有啲乜嘢影響。呢封信裏邊就講到明，佢對 BNO holder 係有個 potential impact， 即係話之前一直各大 Facebook 群組或者唔同嘅 YouTuber 講到，佢可能唔會影響到 BNO holder 嘅呢個幻想正式破滅。成封信300幾字咧，講緊嘅最重要就係呢一句，同埋呢一句，講緊嘅就係要得到英國移民嘅身份，即係話永居或者入籍，係一個要爭取 earn 翻嚟嘅 privilege， 而唔係一個權利，並唔係一個 right。要得到呢個 privilege 嘅其中最主要因素，就係有冇長期而穩定地對呢個國家有所貢獻。其實講緊乜嘢呢？即係講緊你有冇交足稅，你交幾多稅，你做啲乜嘢工作，你又有冇融入到呢個社會。香港好多醒目仔女嚟到英國之後，可能做一啲自僱嘅工作，咁可能揾個好啲嘅 accountant 去交少啲稅，或者話甚至乎瞞稅偷稅，又或者係買咗好多層樓嘅你，或者我哋又有冇跟足英國業主法案去交呢啲費用，或者有冇報足稅呢？之前好多香港人仲係去集體申請呢個要求英國政府俾喺英國嘅未入籍嘅仔女係以本地學生嘅學費去入讀英國大學，或者剛剛過去嘅14、15號嘅 weekend 喺英國倫敦將會喺中國大使館門外投訴示威嘅人多花倫敦政府31萬英鎊。呢啲行為，英國政府又覺得係貢獻啦，定係多花佢哋嘅金錢呢？咁我哋又應該繼續做呢啲嘢，定係俾心機融入英國社會，奉公守法？咁到底你嘅要求、你嘅目的係想入籍啊，定係只係想過嚟訴求，定係攞着數呢？咁第二句就係講到有一啲 measure 係 require 佢哋嘅 legislation。其實小弟嗰段片拍過，擺咗下低，大家睇翻。英國嘅移民法從來都唔需要經過國會，佢自己喺 Home Office 個網度自己出嚟就可以改到，佢唔需要經過國會討論，亦都唔需要經過國會修改。而且佢呢句講到乜嘢啊？其他嘅改變咧，將會好快速咁實行，即係話乜嘢啊？佢話改就改，小弟段片拍咗㗎喇，大家睇返。咁小弟另外一段片亦都講過，其實喺2020年嘅時候，容許 BNO holder 過嚟英國嘅嗰份文件嘅第一頁已經寫咗喺2025年嘅10月，佢哋可以進行 review。呢封信絕對唔算得上係一個好消息，一個好兆頭。咁亦都好可能有一班香港人係真係要考慮，如果真係留唔返低喺英國，你何去何從？係咪要買定機票，或者係話要打算？咁小弟其實亦都講過，其實佢如果真係想增加移民嘅難度，其實佢將 B1 變做 B2，已經有一大批人留唔返低㗎喇。咁移民政策呢樣嘢係可以話改就改，咁如果真係變成10+1或者10+N， 到你9年半嘅時候，會唔會變成20+N 呢？有呢個可能，會唔會咁做呢？有呢個可能性。咁可能性嘅高低視乎當時英國嘅氛圍氣氛。咁英國而家不斷去反移民，亦都見到有好多人可能過到嗰啲世界仔女過到嚟，英國政府見到唔係好想你哋留低咁樣，所以就要改政策。咁其實你哋可以話佢冇人性，或者話違反乜嘢主義嘅，其實佢由頭到尾都話可以改嘅，佢亦都冇講到5+1佢自動會俾你，佢從來都冇咁講過。
佢從來都冇咁講過，份文件寫咗，只不過我哋冇睇清楚啫。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有心力或者時間去做其他嘢嘅話，其實我個人建議，不如大家係用多啲時間心機學好啲英文，交多啲英國當地嘅朋友，融入呢個社會，做多少少你想嚟到呢個國家嘅貢獻。既然你過到嚟，就希望成為呢個國家嘅一份子，就不如學好佢哋嘅語言，融入當地嘅文化，做多啲貢獻，整個國家都好。其實對我哋喺呢個國家居住嘅人都有好處。咁我會留意住呢單新聞嘅，咁有啲咩後續消息會同大家講。咁 unfortunately 呢封信唔係一個好兆頭，咁大家真係可能開始要打定底，到底何去何從。咁 all the best， 今晚講到呢度先。all the best，all the best。